陆秘书，白慧同志，恭喜你，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，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。谢谢你，陆秘书。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，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，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。就是赶巧，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。技多不压身嘛。白慧同志，你当时没有进医保小组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但是我相信，你就是一块金子。现在好了，拨开云雾见光明了。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，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。快带上吧。我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了解一下。您说。你说你这么优秀，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？陆秘书，怎么我给楚公治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？啊，这也是为了工作，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。万一专项组问起来，我也好有的汇报嘛。陆成，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，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？你出来一下，陆成，我有2句话跟你说。红梅同志，怎么样？在河堤看了10几个患者，没去过别的地方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看样子是个好大夫。那倒也未必。你守在这儿，我去盯着。好。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？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？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？高主任，请你注意你的态度。白慧进医保组，我是坚决支持。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？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。是，我是喜欢白慧。她未婚，我未娶，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她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厂办秘书，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，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她，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。陆秘书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这关你就过不去。那我一定要追呢。行啊，那你就试试看。自己嫁不出去，还管别人的闲事儿。你给我回来！哼，我是老姑娘，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。别什么乱七八糟的、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。对对，好，明白。同志，你有什么事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案。报案？哎，
我现在的感觉啊，我得成为材料学家、力学家、机械学家、矿物学家，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。丹阳，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，在开采之前，怎么计算它的储量？很简单啊，用变异函数计算，外加结构分析就能反应。还说数学没用。丹阳，你看看你这个专长，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。是啊，队长，怎么样？队长，你看，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。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，怎么会有人混进来？真的仔细排查过了，这东山这么大，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。再说了，队长，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？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？专家可都在这儿。喏，李奇，把你铲子拿过来。公爹，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。你看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？好，咱们回来。集合了，集合了。走吧。好。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庞公安，你也晓得呀，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，身上是带着枪的。那他走了，您也没来报案。他拿小慧的生命威胁我，我思来想去，也想了很长时间了。我虽然是黄土埋半截了，但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。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？我不改变不行啊！血迹被你们踩走了。我虽然是个中医，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。本来我想瞒过去的，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了。我也晓得，现在在掩饰什么，这都是徒劳的。好在亡羊补牢，还来得及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晚上那个特务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您好，帮我转接专项组办公室。您好，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。喂，啊，红梅啊，你说，好，我同意你的方案，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。外围呢，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。是。你好，我找葛主任。葛主任在急诊室呢。你说让白慧加夜班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。那先这样。杜芳，这边有伤员。哎，来了。白大夫，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，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她。好的。快，走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
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家吗？白大夫，救人呐！白慧呢？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？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。那你不早点说？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他都下班10分钟了。那我不管。快点！还是白大夫厉害，一针就管用。那是。白慧，爸，我来了。哎，小慧。爸，刚才那人走了。小慧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下班了呀。你今天不是夜班吗？我明天夜班呢，你记错了。什么？我记错了？你记错了吧？你别给人耽误工作，赶快回去。爸，你记错了，我明天夜班。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。哎。进来，红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？加班？没人通知我啊。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白慧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，但是你记住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千万不要慌，有我在。疗伤？谁呀？跑的那个特务。对。那红梅姐，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？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。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。哎。谁呀？他来了，红梅姐。我看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说过，不让你再来找我的。你说过吗？你是个大夫，帮我换点药，我的伤口都烂了。你这是自找的。对呀，我是自找的。本想着干一票去台湾过神仙日子，没想到现在都把我当瘟神，什么情报局，什么雪狼壁虎，全是一群过河拆桥的混蛋。雪狼，白大夫，我现在烂命一条，横竖都是个死，我死，你也活不长。哼，你这条烂命，死在大街上，跟我无关，我也不想跟你沾上一点关系。你走吧。你就不怕共党知道你帮我治过枪伤？就算你不怕，想想你女儿，给我治。丁姐，今天谁去东山了？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。是。翻山越岭我不怕，可这一下午专家们搞科研，咱们在那干看着，太无聊了。是。哎，红梅长生去哪儿了？张阿水今晚可能会出现在白明汉家，我带人埋伏。马上去白明汉家，快！忍着点啊，伤口已经发炎溃烂了，得消炎呢。哎，等着，我去拿消炎粉啊。
哎，坐下。你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给你拿消炎粉呢。不，要不你跟我去，好不好？坐下。你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就在这待着，别跟我耍花样。叫你女儿拿。我女儿不在家呀。你撒谎！我看见她进院子的，看来还真是想跟我耍花样是吧？不，你别把我女儿扯进来呀。那也是你扯进来的，你没得选。叫她。小慧，小慧，把消炎粉给我拿来。怎么办呀，姐？先答应。知道了。爸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他。把药箱拿给我。哦。再快点！我来送药。别耍花样，乖乖过来。别动，抬起头。动门！你别乱来啊！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家吗？外面的也是你们的人吧？让他们出去！老东西，敢给我下套！别动，把枪放下！给我退后！让他们退后！别过来！你退出去！出去！快点！别乱来！后退！别动，都别动！退后！别动！小慧，扎水！退后！放开我女儿！退后！你别乱来啊！放开我女儿！爸爸，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逃不掉。哼，大不了咱们一起死。放开我女儿！放开！给我一辆车，放我走。我可以给你叫车，你先放了他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跟你走。红梅姐，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
生，叫车。都退后，快退后！退后！别过来！放了他，车已经到了，放了他。车在哪儿？车呢？左边巷子里，巷子太窄，车进不来。放了他！别过来！站住！别动！别过来！放了他！别过来！站住！别动！你干嘛？别乱动，否则我跟你一起死。疯了吗？哎！说，雪狼是谁？谁知道雪狼是谁？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，就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。你，快说！红梅！红梅！快点，那边！护士，护士，快！护士，坚持住，光明，小心，小心，快快快！就快点，就快点！不要使出水的人！快快！那个头怎么样了？啊，夏院长正在给他手术，现在还不知道情况。这个混蛋，我2次受伤，都是拜他所赐。高明同志，今天你可真够勇敢的，向你学习。当时的情况，我也不能看着红梅出事。先别跟他说话了，幸亏没有伤到要害，要不然就危险了。忍着点啊。红梅啊，你这次的抓捕行动计划是有问题的，白明翰白慧差点出事。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他认识我。要不是因为李光明，你知道那颗手雷的后果吗？是我疏忽了，队长。夏院长，怎么样？病人头部有颗弹片已经取出来了，但是由于炸弹的冲击，让他颅内出血，压迫了神经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虽然手术让他脱离了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这个出血点的吸收和恢复情况。啊，这是从病人身上找到的，可能对你们有用。好，谢谢夏院长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还希望夏院长能够安排一个单独的病房，派专门的护理人员看护，闲杂人等不能靠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队长，哎，躺好。光明同志，光明，怎么样？没事，已经缝针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自己都交代了。谢谢啊。跟你们比，我这不算什么。誓师大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还好现在把他抓到了。对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留活口了吗？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不过人还没醒呢。队长，我这一身伤都是他弄的，等他醒了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来，放心吧，谢谢。他逃不过人民的审判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红梅在白明翰家？我看到红梅留给你的字条，就立刻赶过去了。哦，这样啊，你放心在这里好好养伤。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李光明归队。是。白大夫，首先我们很感谢您帮我们抓住了迪特，对您和白慧造成的困扰呢，我们深表抱歉。那小慧现在没事吧？他在门口等您。啊，庞管，陈队长，你们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
尽管问。我们能理解您在特务的威逼情况下帮他疗伤，但事后你没有第一时间报案，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。我明白，是因为我确实杂念太多，我愿意接受政府对我的处罚。啊，白大夫，我想问您2个问题。首先，为什么张阿水会去找您疗伤？第二，您怎么知道他3天后会再回来找您？这个话说起来都话长了。解放前呢，我的那个小诊所呢，收治的病人也比较杂，有江湖上舞刀弄棒的，有耍枪的，好人坏人都有。所以呢，我治枪伤呢，远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。可我没想到，这新中国成立了多年了，这些坏人们还记着我会治枪伤这个事儿。我能确定，他3天以后呢，会回来的。因为我给他用药啊，仅仅能维持他3天，3天一过，他的那个伤口啊就会溃烂的，保是他受不了的。那您就没想过，如果他回来，白慧会有危险？所以啊，庞公安、陈队长，这不我就来找你们来了吗？我相信政府，我也相信公安。流体位元的内能增量，热传导位元体的热量。周围流体做工之好，追踪流体质点，在数学上根本就实现不了，流线的曲序根本就无法解析。当初大学选专业，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学？你最近兴致不是很高啊？是不是看到大家伙儿都在忙，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？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计算东山的矿体储量吧？达芬奇曾经说过，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。再说，要是没有你的数学，没准也查不到丢失的炸药。听说，特务们已经盯上你这个笔记本了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咖啡还真不错。回国的时候带来的，下次给你1罐。哦，对了，你少喝点哦，对胃不好。知道了。喂，是我，葛主任。白慧怎么了？我知道，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，保证我们家小慧呢，别出什么事儿。白大夫，您确定之前没有见过张阿水？这确定，确实没见过。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您可以打掉张阿水的枪，能看出来您的身手很不一般。哎呦，什么身手啊？就我这个腿脚还能谈身手？当时我就一看女儿出来了，我怕她被伤害，这一着急上去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坏蛋的枪给呼了掉了。这是。您谦虚了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哎呀，身手谈不上，在江湖上行医这么多年，对人的穴位啊，基本的骨骼呀，都可能还是了解点吧。白慧，季专家，怎么回事？哎，那特务为什么在你家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回家，红梅姐就在我房间里，但是现在特务都抓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爸抓到专项组。啊？他们抓了你爸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别急啊，我去问问。哎，红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人在厂里又没被软禁，怎么不能来？抓白慧他爸干嘛呀？专项组干什么还得跟你汇报？你是公安，公安就是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。那我作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，怎么就不能问了？行，保密。哎，人家白慧在外面都快急疯了，担心他爸。不行，你先给个说法呀。你这热心群众可真够闲的。
红梅姐，百惠，我爸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毕竟昨天特务去了你家，需要了解一下情况。昨天让你受惊了？没有没有，还好昨天有你在。那我现在能带我爸走吗？应该很快了，别急。昨天我打电话让你调夜班，谁接的电话？珊珊说是杜芳。爸，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。你说那特务怎么就能来我们家呢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公安问了这么多，周儿把你吓坏了吧？那你说呢？你不害怕吗？小慧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爸爸什么都不在乎。我们都要平安。哦，对，对。红梅啊，你觉得白大夫刚才表现怎么样？逻辑清晰，不卑不亢，沉稳有度，可见这个白大夫可不是一般人。是啊，滴水不漏的。以后我们少不了跟他打交道。怎么样？他醒来过吗？一直没醒。这个张阿水，昏过去倒是轻松了。队长，他在胁迫白明翰的时候，提到了雪狼和壁虎。雪狼和壁虎，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葛主任、陆秘书，你们找我？杜芳，昨天专项组的同志打电话说让白慧加班，你为什么没说呢？我说了呀，可是当时他已经下班了。杜芳同志，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，公安同志是5点25分给你打的电话，而你是在白慧下班后10分钟才传达。我当时有个急诊，我忙起来就忘了，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下班了。唉。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话的重要性。我哪知道让他加夜班有这么重要呀？我又不是公安。好了，陆秘书，你来宣布吧。因为杜芳同志的失误，影响了公安的抓捕行动，因此，厂领导和厂院研究决定把你调离医保小组。葛云姐，吃一堑长一智吧，啊。陆秘书，昨天晚上你就是被他挟持的。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呢，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。你都不知道昨天那个情况，我感觉他随时都能杀了我。这可恶的特务躺在这儿，我们还得照顾他，给他治疗，他也配？没办法呀，谁让我们是护士呢？哎，白慧，你说我拿针扎他，能不能给他扎醒？你别乱来啊！我要是真能给他扎醒，我就立功了。你别闹了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他没反应，我扎他一下怎么了？你再给人家扎感染了怎么办？反正也没人知道，我给你出气嘛。你说都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了，怎么还不把他枪毙呀？公安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呀？刚好你办这工作。他昨天可是差点杀了你，你还这么认真照顾他，可真是个榆木疙瘩。那你杀了他？那我不敢。队长，队长，核查过了，除了专家组和专项组，只有司机小好还有厂办陆秘书知道东山的行程。但是司机小好负责每次接送专家组，所以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队长，这陆秘书为什么厂里什么事他都知道？哎呀，厂办嘛，什么用车啊、派人啊，都得需要经过他。怎么了，红梅？你怀疑他呀？我觉得任何接触到这事儿的人都值得怀疑。这个钥匙，你们就不好奇这把钥匙能打开什么？队长，这谁出门不拿把家钥匙呀？出了事儿之后，张阿水还敢回家吗？听姐，查，就从这把钥匙入手。
红梅是，跟我去张局那儿汇报情况。是。虽然张阿水抓到了，但是这个行动居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纰漏，李光明再次负伤不说，还能让特务挟持人质。是，我的问题，我深刻检讨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检讨。张阿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夏院长是怎么说的？夏院长说，要看他的恢复情况。火车站的枪击案，礼堂采石场的爆炸案，都跟这个张阿水有关。还有他说的雪狼、壁虎，这都是关键。只有他开口，我们才能找到线索。这个人一定要严加看守。是。比起这个张阿水，我更担心专家组去东山勘探泄密的事情。这说明厂里出现了问题，这才是巨大的隐患。马上查。是。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，必须保证自身的稳定性，不然不是打不准，就是翻船。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上显示，国外潜艇在专门的舱室里安装了一个稳定器，利用它的高速旋转加强艇体的稳定性。问题就出在这个稳定器上。我们所得到的数据，它的重量超过60吨。这么重，潜艇才多少吨啊？所以我们在论证的时候，要确定这个稳定器的可行性。丹阳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意见？哦，没有，我在学习。希文，刚刚讨论，你明明有意见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我验算了2遍，只是觉得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，在排水量都要控制的情况下，还要加上这么一个大东西，不现实。但是潜艇的稳定性同样重要，看来我们下一步需要建造一个大型的模拟水池进行模拟试验，这样你也可以得到更多数据。要不要把这个课题担下来？我。张阿水家马三家又搜了一遍，看来这钥匙另有用处啊。邪门了！你说这钥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丹阳，咱们这个模拟水池要建成世界1流的模拟水池，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并不富裕的财政啊。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。我看我新闻给我的很多资料，这模拟实验的水池种类还真不少。考虑到我们是潜艇的项目，所以我建议只设计与潜艇相关的部分。季专家，主公好，我是来给您做治疗的。哎呦，我就别再搞这特殊化了，我这就是老毛病，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啊。哎，你就给我开点中药就行了。那可不行，给您治疗是领导安排的任务，您就别为难我了，配合一下嘛。是啊，主公，您就别为难白慧了。来吧。一个特务住单人病房，24小时一户也就算了，还有24小时守卫，凭什么呀？这位同志，怎么了？你好，他还没醒。
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